嘿，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株洲农业银行。想必大家也知道了这个株洲农业银行的事情我们一直以为银行取款要求必须本人到场是网络段子，没想到这次段子居然变成了现实。银行要求你取款必须本人到场，你这个本人到底什么状况？是奄奄一息还是不能动荡？这可不管，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大家先看视频这是中车的株洲田心支行的农业银行，病着我姑姑要钱救命，在医院里躺着。现在呢，他的女儿女婿拿着身份证立马过来取钱，不同意不肯，然后呢就要本人过来，一定强行要让本人过来。打投诉电话打了 N 多个投诉电话都没用，就要本人过来。现在本人过来了，抬着过来了呢，然后就一直在这里搞了2个多小时都没有搞出来，都没有把这个钱取出来。现在人已经没了，呢。我希望株洲市领导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吧？5月15号晚上有人爆料有人发帖，甚至还有人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直播，说什么呢？说的就是视频里面的株洲田心支行的农业银行，是吧？我姑姑要钱救命，在医院里躺着，她的女儿女婿拿着身份证立马过来取钱，密码不对，一定强行要本人过来，打了 N 多个投诉电话都没用，要本人过来。现在本人抬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在这里搞了2个多小时都没有搞出来，都没有把这个钱取出来，现在人就已经没了这是家属这方面的说法这个一下就上了热搜配合上这个直播还有他现场的直播，据说然后加上这个视频，所以这个一下就掀起了这个舆论的关注又是直击痛点。我们看一看媒体是怎么报道的这个封面新闻，昨天下午2点多发了一个报道，记者叫石伟，他的报道的名字叫家属回应患病老人被抬到银行取款时死亡，说等着转院，银行未告知可上门服务。5月14日，湖南株洲一患病老人被抬到银行取款时死亡，引发广泛关注。15日，老人的侄子彭先生告诉记者，老人因糖尿病偏瘫10多年，一只脚已经截肢，前不久摔断另一只腿，事发当天急着等转院治疗。说到这个糖尿病天天看我节目的网友知道，咱们现在天天锻炼身体，第一对抗的就是预防糖尿病。作为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深知这个糖尿病的危害这个老人实际上只有62岁，和农村的很多糖尿病患者是一样的。我甚至我都不用看报道，我都知道他的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农村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跟城里面不一样，城里面你好歹年年要去体检一下，或者经常去医院验个血什么的，或者甚至有的跑到那个大街上那个药房对吧，都很方便的就测你的血糖。但是农村里是没这个条件，最主要的是农村里没有这个意识，他不觉得糖尿病是个病，他们都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病。糖尿病这个病就是它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叫危险呢？就是我认为因为糖尿病它本身它没有什么症状，就是它本身但是你一旦发现身体有异常的时候，实际上是糖尿病你已经得了很长时间了，就是血糖高而且是血糖高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农村的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怎么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呢？都是因为并发症，就是眼睛突然看不清了，突然瘦下来了，特别瘦，或者突然这个什么听力听不见，或者脚后跟烂了，这都是糖尿病并发症。他才知道。就这样很多人他会拖，他认为自己扛一扛就好了。但是糖尿病这种东西它是不能扛，越扛越严重，最后没办法到医院去查的时候晚了。因为糖尿病的这种刺身的这种伤害它这种并发症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治不好。所以你看截肢。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啊，你就控制血糖就行，打胰岛素，对吧？你就吃药都可以把这血糖控制下来。但是绝大部分农村的患者都是因为他不知道，没这意识，等到发现胳膊不灵了，眼睛看不清了。因为我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身边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这种经历。我一个表哥啊，恐怕比我大个10来岁，他就跟我说啊，他突然有一天发现他左眼看不见了，也不是看不见啊，就是
就基本上模糊了，他自己还以为是不是没睡好啊，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就扛啊，但是那个视力是越来越模糊，实在没办法跑到医院去了。医生这一查就知道啊，你这是糖尿病导致的，但是晚了，他那个眼睛啊就不可逆，怎么治没有用，只能给他控血糖，吃那个糖尿病的药，打胰岛素，但是他那个眼睛就已经不能恢复了，因为他那个眼睛没有感官功能，他都不动，所以现在他看人啊，两个眼睛都是睁开的，但是左眼是不动的，右眼在追光。这个说的是题外话啊，就这个老人才62岁，那差不多跟我的表哥一样大，一条腿已经锯掉了，这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大家记住了啊，农村里他没有这个意识，不要说农村啊，现在城里面很多人他也没这个意识。所以我作为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我是密切关注这个血糖变化。糖尿病是有遗传的。我们接着看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老人一只脚已经被截肢，那前不久呢，另外一只腿也摔断了。这里我也有多说两句他本来只有一条腿是好的，糖尿病人尤其是60多岁这个本来正常的人肌肉就会流失，糖尿病人肌肉流失更快。他糖尿病偏瘫10多年，可以说他另外一条腿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肌肉了，瘦的已经非常。这个老人为什么一摔就骨折呢？当然跟他这个骨质疏松有点关系但更多的是因为他没有肌肉，没有保护，所以他更容易骨折。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你要有糖尿病的话，你一定要加强锻炼，练肌肉，练大腿的肌肉，要深蹲。这个糖尿病人那个肌肉流失是非常快的10年的糖尿病偏瘫在床。实际上这个后面记者也说了他就是因为锻炼不慎把这个另外一条腿给摔断了。事发当天急着等转院治疗，表妹去取钱，窗口说必须要本人前来，才把他抬过去，没想到会心源性猝死。糖尿病会不会导致心源性猝死，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这是我姑父10多年前去世留下的钱，但凡手里有钱不会这样做。根据极目新闻报道说，中国农业银行株洲分行回应称，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向逝者致以沉痛哀悼，将配合家属做好善后事宜。这个负面新闻报道他说叫偏瘫老人转院，家属取钱遇阻，被抬到银行办手续时猝死。事件最初因家属的网络发帖引发关注，家属发布的信息视频称这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说什么5月14号表妹想送姑妈去别的医院治疗，姑妈让女儿拿着2个人的身份证去中国农业银行湖南株洲田心支行取最后一笔定期存款5万元，但是工作人员告知表妹必须姑妈本人到银行办理才行。表妹明确告诉银行工作人员，母亲重病来不了银行办理手续，但是银行工作人员强调要求当事人前来，也未主动提供上门服务。最后家属用轮椅抬着病人来到银行办理取款手续，手续从下午4点钟一直办到5点多，下班了还没办好，姑妈慢慢倒在了银行门口。15日中午，记者联系到发帖人彭先生，他告诉记者，姑妈今年62岁，偏瘫了10多年，3个女儿的生活都过得不好。农村里面就这个现状他说我姑父10年前去世，我的小表妹过得相对好一些，姑妈日常是这个表妹在照料。姑妈一只脚因为糖尿病截肢了，前不久挪着半边身子锻炼的时候，另一只腿摔骨折了。这个糖尿病人更得锻炼，如果糖尿病人不锻炼，偏瘫他以后他这过2年他走不起来，在床上他都坐不起来，核心没有力量，肌肉流失快。这个彭先生说姑妈在当地小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家属准备将其转到大一点的医院。姑父去世后留下的一笔钱被存在姑妈的定期账户里，这笔定期款事发时已经到期，我知道出事了，还骂了表妹，他们去取款没告诉我，我知道的话不会让他们去，但他常年照顾老人，但凡手里有点钱也不会这么做。这个彭先生主要说这个照顾他姑妈的这个小表妹恐怕也没钱，转院的话需要钱治疗，所以急着取这笔5万块钱的这个定期存款也到期了，可以取。彭先生说老人家状态很不好，我可以说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的恐怕是后期了，非常严重了，身体各个器官衰竭。那偏瘫在床10年了，那说明他50来岁，对吧？就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是富贵病得了糖尿病就得管住嘴，迈开腿，就是还得运动，耗糖。这个彭先生说老人家状态很不好，在办理过程中眼睛
心几乎都睁不开。银行为了免除责任，需要本人办理，我们可以理解，但这种根本无法搀扶，只能抬去的病人，是不是有其他人性化方案？死亡推断书上是心源性猝死，太让人气愤了。那么这是家属一方的说法，封面新闻有报道，这个恐怕跟实际情况也差不多，也就是家属说法有出入，但是大体上就这样。那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方，银行是怎么说的？作为网络法官呢，你就得对吧？原告、被告、控辩双方，都得看一看。这个极目新闻报道说这个农行公布重病女子取款时去世事件的时间线，说近日有网友发布消息称，其姑妈被家人用轮椅抬至农行株洲田心支行取钱用于看病，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姑妈不幸离世，期间客户亲属提出要求上门办理，但农行拒绝。极目新闻报道说对此，农行株洲分行副行长许军接受采访。我们看看这个银行的说辞是什么。这个许军副行长说他说事情发生后分行第一时间开展善后处置，做好家属沟通，并配合公安调阅监控资料。经初步调查得知，5月14日下午，客户彭女士，也就是那个糖尿病患者62岁的大女儿陈某，带着彭女士的定期一本通以及2人身份证到柜台支取定期存款，连续3次输入密码错误后，陈某表示会带彭女士，就是带着他妈这个患者本人来网点办理业务，但并未和工作人员说明彭女士的身体情况。你看了，这个就是各执一词了家属说了，说这个病人状况很差来不了银行，但是这个银行说了，这个家属拿着病人的这个定期存折一本通来到柜台取钱，拿着2个身份证，结果输密码3次输错，然后这个病人的女儿就说了，办理这个业务的，他说要把这个病人彭女士带到银行来当面取，但是这个陈女士她也没说彭女士是什么状态。你看这就各执一词了但是这个我觉得好解决，因为公安已经介入了，银行里面都有监控录音，这个做不了假，说不了谎，对吧？这个比较好验证，这个你只能相信公安机关的调查吧，对吧？你非要怀疑公安机关会不会跟银行沆瀣一气，对吧？把视频给剪一剪，这个那就没法说了所以这个事情能查得清楚好，然后16点09分，彭女士大女儿陈某、小女婿推客户本人到达网点，我行员工发现彭女士双目紧闭，状态不佳，与其沟通也无答应，网点立即引导客户到柜台绿色通道，启动特需流程，并告知陈某这种情况其实可以上门服务。内勤行长表示，在客户处于紧急急救状态时，也可以直接将钱打到医院进行救治。陈某现场未表态。这个还是我刚才的说法发生在医院的这一切都有录音录像，也就是说你如果发生在银行的这一切都有录音录像，银行如果撒谎的话，那公安是很容易就查出来的。那如果按照银行的说法，它应该没什么问题。那银行给出解决方案就如果你要把它转院到医院去治疗，银行可以把他的钱直接打到医院去。但是这个患者的女儿对此没有表态，就是不置可否。然后16点36分，也就是20多分钟以后家属表示已不打算送老人去医院，要求直接支取存款用于办理后事。这才过20多分钟主意就变了，不是治病了，是要用来给他办后事。总之也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这钱取出来交到他手上。内勤行长再次告知，可以由大女儿陈某留下办理，要小女婿带老人先回去休息，客户还是予以拒绝。在等候过程中，亲属发现彭女士状态不佳，拨打120急救后抢救无效离世。对于此事的发生，农行株洲分行深表遗憾，向逝者致以哀悼。农行正在配合公安调查事件发生全过程，并将协助家属做好善后事宜。下一步，农行将完善业务流程，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做好特殊人群的金融服务。所以你看控辩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作为这个调查的一方就是公安目前还没有表态。但是我根据这个双方的说法我进行合理的推断，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供大家参考。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位彭女士
瘫痪在床10年，而且糖尿病啊并发症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怎么治不好，只会越来越严重啊。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延缓它这个进程，或者是并发症让它停止，不再恶化。但是好是好不起来，农村的条件就那么多，本来他3个女儿生活就一般，再加上有这么一个母亲，可见啊这个日子不会太好，对吧？这个是一个大背景。这个时候恰巧啊，这个彭女士有一笔5万块钱的存款，恐怕这也是她唯一的一个存款啊，定期存折到期了。那么这个她的大女儿把这个钱要取出来没成功，对吧？在银行3次输密码，那后来就把这个彭女士抬到医院，但是彭女士连眼睛都睁不开，摇头也很困难，也就是说那个银行通过这个面部识别啊过不去。在这里面啊，我认为这个农行有什么问题呢？首先一个啊，像这种事情，对吧？这马上肯定就成为一个热点。作为农行株洲分行啊，没有高度重视，也重视还不够，因为你只要稍微有点经验的，你第一反应就这事恐怕要炸锅啊。也就是说，这个农行的负责人啊，就是至少是晚点的负责人，他应对这种突发状况，这个水平还是有限欠缺，对吧？作为银行晚点负责人，他要知道这个情况，第一反应这恐怕就是个舆情呐，这事儿就来了。我认为他没有高度重视，因为这种事情人都把他抬来了，你稍微出点事，本来现在这个社会的痛点，对吧？就是你银行事多，对吧？你银行的一些规章制度对储户啊非常不友好，对吧？我去取个钱，你问好多，完了之后还给派出所打电话，我去存个钱，你还问我钱从哪儿来的，对吧？动不动把存折被你冻结了，也就是大家对银行的整体感官是不是觉得有问题啊？这个时候本来这个媒体就经常报道，对吧？银行的很多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规矩啊，对吧？这种报道又不是一次了，把病人，对吧？把老年人抬到柜台办业务取款，这个遭到大家诟病。那么你们这个银行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没有高度重视，他应该第一时间就要跟上级银行汇报，这个事情可不小啊。第二个呢，那就得想办法加快流程了，对吧？你看啊，这个病人是16点09分到达银行，你整到16点36分，20多分钟过去了，你这钱这问题还没解决，完了这个内勤的行长还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通协调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农行它的这个制度是非常僵化？也不光是农行，其他银行也差不多，反映了就是你的应急处理能力这个非常差。20多分钟过去，将近30分钟了，你把人家问题还没解决，然后就是劝人家啊，你把病人先带回去休息，然后给人家的方案就是，如果你要到医院去，我们可以把这钱打到医院去。这个显然这家属是不愿意，以至于接着在等候的时候家属发现这个病人越来越严峻，对吧？这个情况不太好，打了120跑到医院的时候抢救无效离世。到银行实际上，所以第一个至少说明这个株洲农行非常僵化刻板，他这个事情本来可以妥善处理得更好，对吧？明知这是个雷，对吧？明知这个事情恐怕是个爆点，也果然是个爆点呢，上了热搜嘛。所以这个反映这个农行株洲分行处理这样的事情显得过于僵化，也就是说原本它可以处理得更好，人死在你银行，那这个事情就大了。第二个呢，你具体的银行有没有什么责任，对吧？这个又另说啊。刚才说的，我们说从银行的角度，你银行太僵化，那但是银行的有没有责任呢？我倒是觉得银行的责任它反而不大。有很多人说那你银行，对吧？病人都来了，你赶紧把钱取出来给人家吗？这个好像又不行啊，因为这个银行它又需要这个彭女士，就是这个病人的表态。结果这个病人他因为状态太差，配合不了，眼睛也睁不了，对吧？摇头也摇不了，密码估计早忘了。糖尿病后还会就是这个叫他的并发症，还有这个类似老年痴呆，就是记忆力衰退就是这些他都有的所以估计他密码他也忘了。我想如果这个彭女士她记得密码的话，那她会告诉她的大女儿密码、身份证，大女儿拿着去就顺利把钱取出来，这个就没麻烦。这个大女儿在那3次输错密码，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这个彭女士她忘了，告诉了这个她女儿就是一个错误的密码，那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彭女士没打算让她女儿把这5万块钱取出来，是她的女儿，她的对吧下一代自作主张要把她5万块钱取出来。大家分析分析吧，是不是这种可能？彭女士同意把这钱取出来，那么也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她把密码真忘了，记忆力衰退，这是咱们合理的分析但是我倾向于这个彭女士是同意把这5万块钱取出来的，她只是把密码忘了，这个也符合
10年糖尿病啊这种特征。要不然如果是彭女士不愿意取这5万块钱，那她这个女儿跟她小女婿也不敢把病人抬到银行来，她能有这个把握把病人抬到银行来，就说明她病人是愿意把这5万块钱取出来的。这是我个人分析啊。所以网上有人指责这个彭女士的家属，她的女儿是为了分遗产。大家也知道啊，因为人一旦死了，他那个存折就是遗产，遗产分就比较麻烦，就趁他死之前把钱取出来，大家一分。我觉得这种分析不太对，不符合事实啊。我倒倾向于他们把这钱拿出来，要么就是给他治病，要么就是给他确实要花在他身上，比如办后事啊。当然有很多人理解不了农民啊这种做法，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啊。作为子女恐怕早就预感到啊，这个彭女士也不行了，时日无多啊，所以他们不得不为他后事着想。在农村里面啊，有很多人他理解不了，农村里面有的时候对那些这个状况不佳的人呢，他都希望他们死要挑时候，不要挑农忙的时候，就稍微闲一点的时候，能死就赶紧死吧。这个不是咱们编的啊，很多农民就这个心态，就你忙的时候死了没人管呢，完了之后你找人办后事的没人，大家都忙，趁着闲的时候啊，对吧？大家都在家，好像都不忙的时候你死，这样方便办后事。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吧，但它就是现实啊。咱们还是说银行啊，我刚才是合理推断，那么银行那他怎么办呢？人也来了，对吧？他需要这个本人同意。我刚才说了啊，银行里面它是有摄像头，有这个录像，所以你没办法作假。那这个彭女士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对吧？如果他在镜头面前配合，那这个钱能取出来没麻烦，我想银行也愿意。但是如果彭女士配合不了，她没法取这个钱，她就不能做决定，就是银行她不能私自在这个彭女士没有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配合的情况下，把这钱拿出来交给她女儿，这个银行是做不到的啊。银行要这么干的话，他就为自己埋下了隐患。5万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果彭女士还有其他的子女没有到场的，人家到时候提出异议，他可以告银行，对吧？你凭什么把这钱取出来给谁了？你把钱取出来给他了，那我作为这个就是遗产的继承人啊，我没有分到，那你这个银行是不是得赔钱？银行他没有办法甄别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比较死，他就得让你这个储户本人，对吧？你来完成这一切，银行就没麻烦。结果这个病人也没法配合，完成不了，事情就卡在这儿。如果这个病人死了，这个钱就变成遗产，对吧？你通过死亡证明，然后你通过什么公证，这个钱可以取出来。但这些事情不是银行做的，你得让公证处去公证，对吧？死亡证明是谁开？银行只是根据这些东西，他来把钱拿出来，也就是银行在这里面他也不能担责任，对吧？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银行说随便你看这个人本人他配合不了，银行就把这钱拿出来交给他子女了，这里面是不是有漏洞？这漏洞还很大呀。所以呢，这个事情到底赖谁呢？所以我觉得唯一能指责的，那就是农行株洲这个田心分行就是比较僵化，没有办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家属的做法，家属的反应，我是能理解的。久病床前无孝子对吧？偏瘫在床10年，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肯定是想着把这5万块钱拿出来。你不能等到人死了之后，死亡证明一开，然后去公证，最后慢慢的花1、2月再把钱拿出来，那人家现在就要急着钱用，没毛病啊，所以应该理解。但是银行的做法呢，就从根本上来说，它也没什么毛病，它得为储户负责对吧？以往说要储户到现场，你把它抬过来，我们理解成这个储户还能反应，储户还能配合，这回抬过来的一个，他配合都配合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银行应该推出一个业务，就是一个贷款利息很低，甚至不要利息，就是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银行立马就这个陈女士给她女儿贷款5万块，利息很低或者没有利息，对吧？你不是缺钱吗？先拿着钱就花，那银行凭什么贷款呢？那这个承担就是抵押。等到这个你事情办完了，因为一旦这个彭女士如果她恢复状态了，对吧？她可以来银行办理这个业务。如果这彭女士不幸离世，那她的遗产有一套程序，那就用这个存单来还这个钱，对银行来说没有损失，对吧？又方便了这个病人和他家属办事，他就是缺钱嘛。当然了，这种事情能不能这么办也值得商榷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要想的一个办法，要变通既要保护储户的权益，又要方便，对吧？大家办事。那作为我们韭菜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就是，你把重要的密码最好是写在一张纸上，到时候你信得过谁你就给谁。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康熙，对吧？这个秘密立储你得写上文字，完了之后把那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应对突发状况。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